市场里夜生意的摊子，陪伴附近婆婆妈妈已经30多年。以市场为家，打开老旧的门，狭窄的阁楼，低矮夹层间，就在这里，她度过半生岁月。我们习惯了，因为我们苦过来的人哦，不管怎么样都没问题啊。唯一装修的房间，其实连地板都不平，叶阿伯却格外珍惜。14岁开始帮人做长工，放牛、浇菜，帮忙父母养大弟妹。闽南语说的流利的他，直到快成年才了解自己的血缘。老爸是给人家招的，那时候还不懂的时候，我爸爸是客家人，就听到我爸爸有讲过客家话。后来因为人家告诉我啊，你客人啊，见面不要讲客话啊。受到邻居刺激，叶阿伯重拾自小远离的母语，从头开始一句句练习。我讲的客家话哈，很多的那个腔调都能卡在一起的，融合多元腔，对不对？对。找回了根本，叶阿伯的辛苦，子女都能体会。陪着父亲守着菜摊，守着自己的天，踏实过活。家私懂是猜，家私懂是猜，价钱很实在。家私懂是猜，家私懂是猜。